们进出的人多，邻居就会看得到，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哇，能那么多人就会检举。那因为我们是独栋的，所以我们进来人家不知道从里面到底。没有心人的话就。对，那我故意把这个打开，就是万一对面邻居在看的话，看不到我们虽然有礼拜的声音，但他看不到那个。对啊，或者是他也可以看到，这是差不多这样。对，我觉得差一点是这样啊，就是独栋跟你是不是在整个社区里面或公寓里面，这个是有差的。对啊。我们在办公室里面解释是，一个会议室里面可以超过4个人。可是。对啊，办公室刚好设管制的嘛。没有办公室管制。那可是你知道，我那办公区是 open 的，都大面都没法做了。我想说，中国信托他们很多都已经把员工叫回去集体上班。对。像他们东吴也是教职员全部都被叫回去，现在也是全部都叫回去。他那个分流啊，应该是一层一层的分，不是用一个人一个人这样分，这样才对。太难了。所以我们后来就是也是要帮忙看，只要是在那个空间里有嘴的都要不然声音很小，
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咱真欢喜，会当搁一届组织，互咱伫线顶，咱同心要来敬拜上帝。今仔日游玩是一个天气真好，日头照甲咱中间的好的日子。不过后礼拜，咱也有看气象的即个报道，天气的变化，因为有一个风台要临到咱台湾。咱嘛常时恳求上帝，互即个风台入到台湾无造成影响，是带来雨水的祝福，嘛互咱伫上帝恩典的内面，会当每一天领受对下来的平安甲祝福。这是咱要来开始敬拜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父上帝伫你的面前，愿献上感谢。虽然疫情真危险，但是，阮看到上帝你的手扶持阮正同工正兄弟姊妹，互阮会当陪伴伫线顶的聚会，互阮伫这中间游玩会当同心敬拜阿罗你，愿主你的信心甲阮做伙，引带阮伫今仔日礼拜时，互阮搁一届甲你相拄，互阮搁一届用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快乐甲帮赞。互阮每一天都会当跑走伫你的道路顶面。愿主看过阮今仔日，阮所学到的，真做芳芳的祭献伫你的面前；阮所领受的，真做阮生命的基石。阮将规个礼拜仰望伫你的手中，愿主你亲身引带阮，阮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耶和华我的石盘，救赎我的主啊！愿我的嘴所讲的、心所想的，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。这是咱三个来共读主祷文，做咱的祈祷。愿伫天灵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。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灭市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这是咱三个来启应，咱今仔要看的启应文是第15篇，启应文第15篇。
启文15篇，就是诗篇51篇。咱三角来启用。上帝啊，你的疼袂改变，求你怜悯我。你有丰富的慈爱，求你撤销我的罪恶，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，洗清我的罪恶。我知家己的过失，我的罪恶不是伫我目睭前，我有得罪你，只有得罪你。我有做你看做邪恶的代志，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，受你责罚是应该。我伫母胎就有罪，出世迄日就是罪人。你以爱的是内心诚实，求你教示我，互我心内有真正的智慧。求你洗除我的罪，互我清气。求你甲我洗清气，互我比洗较白。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，互你拍碎的骨头，通欢喜快乐。求你掩面无看我的罪，求你撤销我一切罪恶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，求你使我心中心明，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，毋通对我收回你性的心。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，互我的心灵愿意顺服你。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，互犯过失的人通归向你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免除我的死罪，互我通大声称赞你的拯救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嘴，我要称赞你。你无爱生礼，若爱我欢喜献。我若献烧火祭，你嘛无欢喜。上帝啊，你所爱的祭是痛悔的心灵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欢喜接纳。咱三角来吟诗，咱要唱的圣诗是第200首，圣诗第200首。天顶讲起上帝荣光，天顶讲起上帝荣光，胸腔保养主招全，日边沙刷无言无语，传出财物真丰富。请起立来吟全首。天顶讲起上帝荣光，胸腔保养主招全，日沙刷无言无语，传出财物真丰富。因的声音无听见，纯情遍满到天边。因的言语到地人邦，主的日头安定放。上帝恩惠到地照明，互人心情变活起。你的眼睛确实有力，望人听了有知性。我主上帝真理教示，会互人心生欢喜。传扬上帝上帝命令，会互人目睭光明。我主上帝坚固照我，恳求你来救赎我。我嘴所讲，我心所想，愿你接纳那旁。请坐，咱这是三角来祈祷。阮伫天顶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俄勒你，为着过去一礼拜你所享受的平安甲喜乐来俄勒你，为着过去一礼拜工课甲生活中有你满满的恩典来感谢你。是的，你的恩典真正是够阮用。当阮拄着艰难的事的时，我靠着你的恩典，你所享受的快乐就会到阮同在。阮就有百般的力量去面对、去解决问题。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怜悯甲祝福，互台湾的疫情已经受到控制，
阮的生活嘛渐渐要恢复正常。阮感谢你，也求你继续保守阮。阮伫遮要为着所有辛苦的医护人员甲第一线的防疫人员来祈祷，求主你保守因，伫真正危险的环境中，手所做的工一切拢顺遂，有够野的勇气、智慧甲体力来做好因的职分，也为着因的亲人来祈祷。因的亲人嘛承受真大的压力，会担心、会烦恼。求主透放因所有的重担，当因仰望看你的时，你就将大平安施落伫因的身躯，互因安然自在，拢无惊吓。你爱阮做你的学生，甲你有好的结连，阮爱将你的话语放伫心中，逐日来明捌你所教示的真理。当阮知影这个真理，搁去行，阮就会得到自由。阮就袂受罪恶的捆绑，做罪恶的奴仆。求主你时时帮助阮，听阮祈祷的上帝啊！当阮向你祈求的时，请你来听。若是合你的旨意的，主你来成全。伫阮的中间，若有身体欠安、有病痛的，求主来医治；心内有烦恼的，求主亲自来安慰。阮将这个拢摆咧伫你的面前，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咱这时要来看一位圣经，记载伫雅各书第2章14节到26节。雅各书第2章14节到26节，伫咱的圣经新约第264面。咱三角来看雅各书第2章14节。我的兄弟啊，人讲有信也无行，有啥物利益？这号信会救伊吗？若有兄弟也是姊妹，无通称、无通食，因中间有人甲因讲，通安然去，愿你穿烧食饱，也竟然无用身躯所欠用的互因，有啥物利益？安尼信若无行，就家己是死。18节，若有人讲你有信，我有行，你无用行着，互我看你的信。我就对我的行，互你看我的信。你信上帝只有一个，这是好。遐个鬼也信，来摇摇带。封合的人啊，无有行的信就是空空，你爱知吗？咱的主亚伯拉罕献伊的囝以撒伫坛顶，兼毋是对所行的来得到称作义吗？可见信甲行。信甲伊的行边边进行，阁信对行来得到完全，就应验圣经所讲，亚伯拉罕信上帝，就甲伊算作义，伊阁得到称作上帝的朋友。对安尼看，人得到称作义是对所行，毋是单单对信。长期立合接纳使者。互因对别条路出，兼毋是由原对所行来得到称作义，因为亲像身躯若无神就是死，信无行也是死。咱读圣经到这，这是咱来看一段影片，是圣歌队所献的诗，伫咱今年1月31日，伊要献的诗歌是伫即时，咱着快乐。
这是讲道，咱要请柯牧师为咱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信心的展现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欢喜，今仔日甲大家当搁一届组织伫线顶，咱同心敬拜来听上帝的话语。本地若照教会所定的时间，今仔日是少年团契的主日。原本要互遮一群少年人会当甲咱做伙，伊带咱伫这中间来敬拜，来学习上帝。总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咱将少年主日选到9月初，咱这边来举办。嘛，请正兄弟姊妹伫这段时间，为着少年团契遮的青年人，为因祈祷，互因有一个好的备班。可以当伫9月初咧做少年主日的时阵，会当带咱进入到上帝恩典的宝座前，咱做伙伫迄个时阵来敬拜阿乐。伫咱要甲大家分享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爸上帝伫你的面前，阮感谢你，互阮阁有一段时间会当伫线顶敬拜阿乐你，互阮会当伫这时刻听你的话语。互阮会当彼此分享中间，阮得到造就。愿主你亲身看顾阮以下的时间，阮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毋知即礼拜咱大家有发现台湾的社会有流啊无共款。咱可能见面咧问的毋是你食饱未？咱可能见面的时阵，咱咧问讲，你有登记，也是你有预约要注射即个疫苗无？我想，台湾伫即礼拜以来，疫苗有一个新的发展。无论对民间买来要关乎政府的也好，也是咱家己政府去买，也是咱其他的国家捐赠予咱的这疫苗，拢陆陆续续会来到咱台湾。咱嘛看到疫苗迄个注射的这个顺序，嘛为年长的一直开放到18岁以上。我想伫这礼拜，当咧开放的时，也是咧登记的时，咱拢看到一个系统，电脑的系统煞失当，无法度震动。你若真无简单入去了这个系统内面的时阵，你就看到伫迄个。你要登记讲，我愿意要来注这个疫苗的这个表内面，会当看有一个当选的部分，
就是选这个疫苗的品牌。你若是咧登记讲，我要来注射的这个过程中间，你嘛会当去看到有一个选择，你要选择伫倒一个地点，要伫倒一个时间，要来注射这个疫苗。当咱咧做遮要拍注疫苗的这个决定的时阵，我想咱每一个人的心中拢有想法啦。咱透过咱所收集到的这资讯，咱对于家己身体状况的了解，以及咱对看规个环境，咱拢知影。我伫当时要来注这个疫苗，以及我要选择倒一个疫苗的品牌。其实，当咱咧做选择的时阵，咱对咱所选的这个疫苗，其实有某种程度的信心，因为你相信伊会互你的身体带来一个保护。那安尼来看，你是先相信疫苗会带来互你的保护，有这个功效以后，你才去注这个疫苗的动作吗？也是你不管啊？我就先注先赢啦，所以我注了后，我再来想讲，这个疫苗对我敢有功效？我想，这个是咱会当思考的一个问题。伫雅各书，伊强调信心甲行为这两项伫基督教信仰顶面是真重要的。那呢，咱会当问：是有信心才有行为呢，也是先有行为才有信心呢？我想这个问题，敢若就亲像是鸡甲卵倒一个大生，倒一个先发生，迄种思考。雅各书第2章，伊用行为的角度来看信仰的生活，用行为的角度来看信仰的生活。咱一般的人会用人的外表来看对方。雅各书伫内底讲，有一位穿着真水的衫，伊穿了真好势的衫，甲一位穿甲破糊糊的人，因入来到圣殿中来聚会。这个时阵，你会安怎做？咱一般的人，拢会亲像圣经安尼讲的。对迄个有钱的人讲，你请坐；对送香的人讲，你徛伫边啊。其实这就是一种偏心，一种歹意咧对待人。安尼行为，毋但是违背圣经内面的教示，嘛违背了主耶稣甲咱所讲的。你若有这种行为的时，无法度证明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。因为你犯罪甲违背律法，所以雅各咧问讲：，若有人讲伊有信心，却是无法度伫伊的行为顶面表现出来时阵，那安尼你这款的信心有甚物款的路用吗？那安尼你这种的信心，敢会当救你吗？敢会当互你得到利益吗？会当互你得到上帝救赎你的这个利益吗？实际上，咱的行为拢是对咱的心内所发出来。圣经内面讲，一生的果效是对心所发的，所以相信是对你的心内开始相信，是对你的心内你真正讲我要来相信的这个信心。而且真正相信了后，咱会以掠上帝的律法，咱会用上帝的规定，成做咱每一个人言行举止的一个标准。这个标准会甲世界、甲这个社会标准无同款。所以讲，咱若咧讲，我有信心跟对耶稣的时阵，却无法度伫咱的行为表现出来时，那呢，你的信心无法度互人会当看到，因为你的行为互人无法度看到的时，人无法度知影讲你是一位跟对耶稣基督的人。所以，
爱有信心，你才有法度明白以及确认上帝的标准是甚么。这款的标准会伫你的心中形成你的行为的模式，会当互你的行为会当表现出来讲，我掠什么是上帝的标准，互你知影讲，什么代志会当去做，什么代志袂当去妄，什么款的代志是上帝所欢喜的，什么款的代志是犯罪的。这所有一切，拢是对信心所带出来的行为。所以，伫咱的生活中，有时咱会亲像经文中所描写的迄个情景，会用外在的清查来判断对方，成做伊有价值也无的一个根据。牧师也未读神学院之前，有一段时间，我咧做汽车咧卖汽车的一个业务。有一摆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敲来咧问讲，恁的车是甚物款？我就伫电话中甲伊介绍。介绍了，对方甲我约一个时间，讲去到伊的工作的所在，去遐详细讲。我就甲伊约定时间，伊予我一个地址。伫迄个时阵，也讲无 Google Map 会当查讲迄个详细住址伫倒位。我只有显地图，地图显咧看到是伫是新庄的一个区域，迄个所在是真侪工厂，所以我就看到迄个所在，佫不哩遐偏僻。到约定时间迄天，我照着该约定的时间到迄个地址，一看是一间细细工厂。用铁片搭起来的工厂，我就入去问讲：某咪先生敢有伫个？一个人行出来，伊穿了一领毋是真清气的工作服，乌乌臭臭。迄阵我的心中就有一个想法：伊敢有可能买即种进口的上100万的车吗？伊敢有可能会买即种进口佫上100万的车吗？了，当我甲伊对谈，讲了，出我意外的是，伊一口气订了3台车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当咱伫咱的生活中讲，你有信心去完成什么的时阵，通常咱会只讲。你会去完成一项代志无？比如讲，你有信心赢这场的比赛无？也是你有信心考到什么款的学校也无？也是你会讲，你有信心伫你的工作、你的业绩里面有法度达到这个目标无？我想咱拢有这个经验。当咱知影了后，咱会用尽一切方法。努力往这个目标来向前行，所以当咱达到咱所设定的这个目标了后，咱会互咱的信心真大。你看，我会当我做到啊！总是有时咱无法度达到这个目标，我想若安尼时，咱拢有一寡失落，也是失望。伫咱的信仰生活内面。咱的这个信心的表现，无共一般的生活的信心。伫咱的信仰内面，咱为了完成做了某一项代志，来做咱信心的展现。也是讲，咱会为了迄个我的成功，也是无成功，做一个标准。因为咱袂去设想讲，当我信耶稣了后。我了后的生命就真顺利，我做任何的代志拢会成功。我想，这个毋是咱基督教信仰所讲的信心。咱来回头来看，上帝疼咱每一个人，互咱会当领受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。你甲我拢会当得到这个恩典，你甲我拢会当得到这份疼。这份疼
是建立伫你我相信耶稣基督，以及咱听上帝的这个顶面。安尼来看，真正的信心一定会来互人会当产生迄个听心。咱有这个听心，咱就一定会去听迄对上帝所生的这兄弟姊妹。所以，当圣经内面雅各书咧讲平安平安，愿恁穿的少，食的饱的时阵，其实雅各咧甲当时的人讲，这是恁的习惯，恁习惯伫个要甲人讲再见的时阵所讲的话。不过，恁讲这话的时阵，恁爱出伫真心内面，啊无表面看起来敢若是一个祝福。实际上，是你咧表面，敢若你无意思要甲帮赞，敢若咧表达你真关心伊，实际上却是你用嘴讲的尔。雅各用这个例来说明信心无行为是死的这件代志。所以雅各讲，我将我的行为，将我的信心透过我的行为来表明互恁看，是咧讲所有军队耶稣基督的人，因所有的行为，拢是一定爱出伫信心顶面。因为真正有信心，咱的行为就会表现出来。当咱表现出来的时阵，人就会真清楚去看到。雅各书伫遮，伊举两个例，伊讲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伊做了甚物款的代志，会当互伊称做一个信心的老爸呢？我想，应该是当耶和华上帝对亚伯拉罕讲：“你要成做万国的爸，你的子孙要亲像天顶的星、海边的山共款做的时阵，迄个时刻，亚伯拉罕伊无囝，伊的年纪嘛大。”伊咧想上帝应允要安怎来达成呢？咱若透过伫创世纪内面，咱会当看到亚伯拉罕迄阵有一段时间，伊的心真急，伊要用家己的方式会当有一个后生，所以当伊迄个真着急的时阵，伊失去了信心。不过上帝照着伊的应允，互亚伯拉罕有以撒，因为有这个以撒，伊才会当实现上帝的应允。但是上帝爱亚伯拉罕将以撒献伫祭坛顶面。我想这件代志是上帝咧考验亚伯拉罕，咧考验亚伯拉罕对上帝的顺服，以及考验亚伯拉罕，伊相信上帝赐福气予伊的一个信心。亚伯拉罕上尾，咱知伊通过上帝的考验，伊将家己的后生以撒献伫祭坛顶面。我想，这是因为伊的行为甲伊的信心两个做伙行的时阵，咱会当看到伊照着伊的行为，互伊的对上帝的信心得到完全。所以圣经内面讲，亚伯拉罕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我想，这个合宜的关系，是因为伊先相信，伊大声相信，然后再在伊的行为中表现出来。所以上帝称伊做一个义人。拉合的情形嘛是同款。伊伫约书亚派人去探查迄个耶利哥城的时阵，伊接待遮的探子，遮的犹太人，帮助因，当伊咧面对危险的时阵，互因有另外一条路通离开。我想拉合伊是相信，伊相信因是上帝所派来的人，伊相信因会遵守甲伊的约定。这个行为就是表现出伊对上帝的信心。所以，行为是咧见证上帝的信，咱对上帝的信心。
所以你若讲我有信心，却什么我拢无要做的时，我想你家己也是别人，拢无法度了解你讲的迄个有信心是什么。你无法度说明，你无法度做出来，无法度看见上帝伫你身躯顶的恩典，别人看袂到，阁无法度讲到咱会当荣耀上帝的名，嘛毋免讲人会因为你得到迄个救赎的恩典。所以行为是咧提醒咱每一个人，拢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今仔日，咱拢咧面对真侪考验、决定，咱咧在思考。当咱咧决定、咱咧思考的时阵，其实拢受到咱内心的影响。咱拢咧想，我要安怎做？我要安怎决定？行为就成做咱内心伫外在的表现。咱所想的，透过咱所讲的，咱所做，会当表现出来。当咱每一个人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，其实咱每一个人的内在生命就互改变啦。毋是咱家己改变，毋是咱做了真侪代志去改变，是因为咱内在相信了后，咱互上帝所改变。这个时刻，世界价值观甲标准，都无成做咱军队耶稣基督，也是咱讲基督徒迄个价值观甲行为的准则。所以，当这个疫情，这个中间的时阵，我相信咱可能无法度出去，咱可能无法度甲人有直接，总是咱伫咱会当做工作内面，咱甲世界所表现的价值观是无共款的。所以基督徒的行为是咧回应你对相信上帝的信心。所以咱的行为就成做一种责任甲义务。咱的行为所表现出来是对上帝一个回应的责任甲义务的。这个责任就是透过咱所出的这个行为，也是咱所要讲的言语，咱所做这一切，上重要的拢是要传达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的信息。咱所要传达的是彰显上帝的疼，这是咱的责任。咱嘛是咧回应耶稣基督予咱的大使命伫咧。义务就是咱一生的使命。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使命，咱有这个义务去甲完成。咱爱互人听到咱咧诉说上帝对咱每一个人的恩典。咱互人看到咱所做一切，拢是上帝放伫咱身躯顶的。咱爱将一切荣耀归乎主。所以，当咱所行出来一切行为，拢是咧提醒咱的身份，因为咱是上帝的囝儿，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咱毋单是一信徒尔，咱是一个门徒，咱爱对着伊的脚步来行。咱毋通互上帝的名受到损害，咱嘛袂当互人因为你的所讲所行来绊倒。这个绊倒所指的是，互人无法度入来到上帝恩典的内面。所以，当咱要行动的时阵，咱会当加一点仔的思考。这个思考就是讲，咱爱知影，咱所讲的、咱所做，是为着主耶稣所做。毋是为咱个人的私欲去行的。咱的信心，毋是因为咱行出偌济行为来做一个参考，毋是安尼。嘛，毋是因为咱去行什么款的行为，就会当增加咱的信心。咱有偌济的信心，咱就会当表现出偌济的行为。
你对上帝有偌侪信心？在你的生活中，你所讲的、你所行的，就会表现出来。我相信，当咱信那愈坚定的时阵，当咱的信心愈坚固的时阵，咱所展现出来的行为会无同款。所以咧，邀请兄弟姊妹，你回想，当你开始明白耶稣的时阵，你的信心有偌大？迄阵你的行为的表现是甚物款？当你相信耶稣这个人生的旅程到这个时刻的时阵，你的信心是有偌大？那呢，这个时刻你的表现是甚物？所以讲，咱的行为会受到咱的信心的大小，咱所表现出来。伫疫情的下面，其实就是咧考验咱对上帝的信心。咱就在看，当咱咧面对死亡威胁的时阵，咱每一个人的信仰的态度，以及咱对死亡威胁的这个态度。信心毋是一个啊，就会当成做真大。信心是爱一步一步建立起来。当每一届咧顺境的时阵，伫逆境的时阵，咱每一个人的信心，就是安尼一点一点咧显露出来。我想信仰的价值观，伫即个时刻一定就显明。这个显明是要互众人拢会当看到的。信心大胜伫行为的头前。身体甲灵魂袂当分开。咱若是将伊真因一定爱分开的时阵，那呢，迄个死就是肉体的部分。信心甲行为嘛袂当分割。信心若无行为，就是无仰望的信心。所以透过雅各书一再咧强调，行为真重要。总是行为是要活出真实信仰生活的一条路。主耶稣讲，当人看到恁，就知影恁是我的学生的时阵。当耶稣基督成做咱每一个人性命的救主的时，主耶稣就伫你甲我的心内住伫内底啊，互咱的灵会当甲伊相结连。当耶稣伫咱的内底，咱的灵甲伊连结的时阵，我想咱就知影要安怎活出伊的款式。咱130周年的主题是信心甲军队。伫疫情的内面，其实这是真挑战的。当牧师咧回想130周年特刊要写的这个文章的时阵，我就咧想，这是一段真奇妙的旅程。这段旅程是咱每一个人生命中所决定的代志。咱要安怎有信心？咱要安怎来军队？咱受到这个世界价值观不断地甲咱扣，有时咱互这个世界价值观扣走去，咱脱离了信仰的生活，咱可能会失去信心。当咱若互扣走、失去信心的时阵，咱军队这个行为就会消失去。咱要安怎，互咱会当真正有信心来军队呢？我想，伫逆境的时阵，信心特别受到考验，因为会真侪声音甲你讲，你行袂落去啊！互咱的信心受到挑战。互咱无法度军队耶稣向前行，毋那是安尼。我认为伫顺境的时阵，
挑战比逆境搁较大，因为伫顺境的时阵，咱会感觉一切拢真好，无问题。迄是因为渐渐互咱抓准讲，咱是靠着咱家己的能力，咱过去的经验，会当互咱过了真平顺的生活。所以，伫未来的日子，信心军队是咱一生的功课，无毋对。有可能嘛是咱教会130周年的主题，要延续5年、10年。总是伫即个所有的过程中间，咱得时时刻刻去看家己，去检验家己，检验家己。咱对上帝应允有偌侪的信心？咱对耶稣基督的教示，咱有偌大的信心要来去遵守？咱对家己的行为有偌侪是合伫上帝心意的内面呢？信心军队是咱一生的功课，互咱正兄弟姊妹会当真正互主的名得到荣耀，互咱会当互上帝的名伫咱所徛起的所在来宣扬。这就是咱会当做信心的展现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拜上帝伫你的面前，阮感谢你。当阮开始明白你的时阵，阮的信心可能敢若挂菜籽一样尔，总是上帝你用你的话语来管压阮每一个人，互阮成长，互阮大汉。当阮的长大的这个过程的内面，阮会有拄着恶担当的事，阮会拄着真欢喜快乐的代志。无论安怎，阮拢爱抓牢着你的应允，阮拢爱尊叹主耶稣的教示，阮拢爱对阮的信心来显现出迄个荣耀上帝你的名，互人得到利益的行为。愿主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互阮的生活真正落实，互信仰伫阮的中间。愿主你亲身扶持阮正兄弟姊妹，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即时要过来吟圣诗，咱要吟的圣诗是圣诗第121首，上帝听叹赢过一切。圣诗121首，上帝听叹赢过一切，天顶欢喜降落地，求你点阮卑微心内，显出你极大仁爱。救主，你是慈悲怜悯，你的疼无限纯真，将你救恩即时降临，真你阮惊吓的心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上帝听叹赢过一切，必定欢喜降落地，求你点阮。将你救恩一时
是咱来奉献。当咱经历甲咱爱笑念咱上帝恩典的同时，咱嘛爱回应上帝恩典，所以咱爱用心来准备奉献。伫咱这段疫情的时间，咱的奉献的方式有2项。第一个就是咱会当透过用迄个转销来做奉献。第二，咱会当先收集了，伫安全的时间来送到教会。咱期待这段疫情严重的时间，咱的敬拜、咱的生命、咱的成长，拢无间断。咱今日来吟。真济，咱即是来报告，伫报告的大省，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咱来读2解。咱三个来，信若无行，就家己是死。雅各书2章17节，再一解来，信若无行，就家己是死。雅各书2章17节。咱后礼拜服侍当讲，主理是黄宗建传道。书会是张锦伦执事，苏琴台语甲华语拢是赖韵如执事吼，音控是尔博执事甲建传弟兄。咱后礼拜聚会相共拢是伫线上来聚会吼。妇女团契咱要查经，主理是郭牧师，读册会题目是断开掌控你的力量，主理是廖秀兰长老。拜三的查经祈祷会题目是当咱坐伫上主的面前，主理是黄传道，书的是潘美燕长老。双联团契咱是隔周聚会，咱后届聚会日子是8月5号。少年团契咱后礼拜的聚会内容是团康，主理是施勋宇执事。青年团契是查经，主理是黄文宇神学生。后礼拜咱讲的黄宗建传道要讲的题目是听的献祭。圣经是以弗所书3章14到21节，请咱先做准备。好，咱开始看有几项代志要做报告。第一个是圣诞节筹备会，今日下晡1点要举行第2届圣诞会筹备会，请同工来伫赖群组来参加开会。第二，咱130周年纪念坎的小组的会议嘛，是伫今仔日下晡的3点，要伫赖群组召开，请同工来注意。第三，少年团契少年主日本有定是今仔日，但是咱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咱要改到9月5号来举行。好，以上报告。好，牧师这边有完补充报告。确定啊，伫礼拜结束了后，邀请正兄弟姊妹伫 YouTube 的下骹留言，咱伫这留言中间，咱互相请安，这项代志补充报告，谢谢。好，咱来吟诗，咱要吟最后的诗是402首，困求主引带我脚步，咱要来吟2解。因所以煞要请郭牧师来祝祷，请起立。困求主引带我脚步，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。困求你甲我带过步，假使我现今欠你是正，在我到你遵守你改变，我的。
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。愿天父上帝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盼望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碟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别倒。这个所在结束，咱今仔日的第一礼拜到这个时间结束，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。